大家好，我係耆康會科樹全中心嘅康體指導員吳 Sir。今日呢條運動影片會利用一個大家常見嘅放鬆工具按摩球，去放鬆我哋手臂唔同嘅肌肉位置。咁大家記得進行運動期間同之後都要補充充足嘅水分，避免空肚去進行任何類型嘅運動。如果唔清楚自己身體狀況係唔係合適進行以下落嚟嘅運動呢，記得尋求專業嘅人士意見。第一個動作，我哋先利用按摩球放鬆我哋手臂上面二頭肌嘅位置。首先，我哋準備一張台啦，或者一個平面啦，然後手心向上，將我哋嘅手臂放喺台面上面，然後另一隻手準備一個按摩球放喺我哋二頭肌嘅肌肉上面，然後我哋可以利用掌心施加一啲嘅壓力，然後開始做一啲前後、左右，甚至乎係旋轉嘅呢一啲動作，咁目的咧可以令我哋嘅二頭肌達到一個放鬆嘅效果。大家我哋要注意呼吸，保持穩定嘅呼吸，咁先可以令我哋達到放鬆嘅感覺。第二個動作，我哋就要放鬆我哋手臂另一個位置啦，就係三頭肌嘅位置。今次係將個按摩球放喺台面上面，然後將我哋隻手臂後面三頭肌嘅位置放喺個按摩球嘅上面，施加一啲壓力喺個球上面，同樣地做一啲前後、左右嘅滾動。甚至乎大家可以按壓住一啲酸痛嘅位置，然後我哋去做一啲伸展嘅動作，將隻手向前伸直，然後再收返去後面。咁嚟到第三個動作，我哋就用按摩球去放鬆翻我哋手臂上面前臂嘅位置啦。咁我哋先嘗試利用手心向下嘅方式先，用按摩球施加一啲壓力喺我哋手臂嘅肌上面，然後同樣地做一啲前後、左右嘅撥動，去達到一個放鬆嘅效果。而另一個方向，我嘗試將按摩球放喺台面。然後今次同樣手心向下，但係今次我哋將隻手放喺按摩球嘅表面，然後我哋靠利用自己手臂嘅力量去做一啲前後嘅滾動，甚至乎左右或者係旋轉。以上就係3個利用按摩球進行嘅手臂緩痛運動。建議大家咧每一個動作我哋做2至3組，然後每一次我哋進行咧1至2分鐘，咁以達至肌肉舒緩嘅效果。最後都提大家，運動期間記得補充充足嘅水分。如果唔清楚自己身體狀況係唔係合適進行以上嘅運動咧，記得尋求專業人士嘅意見。多謝大家收睇。